你喜欢我哪一部分，不都是在喜欢我吗？这几天，桂花茶、桂花酒、桂花糕，吃的我满身香。困不困？但是我还是可以坚持。不用坚持，困了就睡，我守着。在这里睡夜？不到夜了，还有不到2个小时就天亮了。我是要你帮我放杯子，自己拿一个行。我又不嫌弃你。我外公从来不喝别人喝过的杯子，我以为你也是。对别人是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粉丝贴吧的话，记得吗？记得。人非木石皆有情，不如不语竟成色。这句话我用作签名档2年，从开始喜欢你，的身影用了2年。后来你越来越有病，我就觉得不太好，换了。你现在可以换回我。啊？现在用名正言顺。万一用了后我不好了，那不是更尴尬？你倒是随时做好了不好的准备。为什么？我哪里做的不到位了？就是因为太好了，患得患失呗。那一声将尽没尽头，那一声将晴空吹皱，拂乱了无形的春雨，天地微醺在羞怯时候，谈笑着仿佛已牵手，沉默着像落在晚霞身后，那瞬间还荡荡悠悠，对上眼眸，柔化无忧。睡会儿。怎么想，有条河流过了心头，回想着明月般哼唱的千万不要忘了，飞短流长中回首，顾盼流转中相拥，那一生在对一生说永久。怎么想，一辈子在梦里
走我们自由，我们被彼此酿成酒，沉醉着就在沉醉中感受你声音漫过我心口，漫过今生没有尽头。只是在我女朋友心里面时，她喝多了。早安。早。天亮了。哇，好美啊！早晚不一样。哎呀，哎，小兄弟，让我准备茶的时候，特意的问我们这里早上喝什么？我说油茶，是他让准备的，估计是想让你体验一下原汁原味吧。谢谢。客气了，深深问小朋友。还有这个。刚睡醒就吃糖，学一天。现在觉得我们合适吗？万一不合适呢？万一合适，不开始就不会知道结局。到目前为止，差不多。差不多？是差多少？就是挺好的。还不是最好。你有时候特别咄咄逼人。有吗？比如现在。嘉欣，下次再来啊！谢谢。辛苦了，走吧。没接吗？十有八九全睡过了。咱们先去餐厅，给他们叫点早饭到房间里吧。过去我只知道豆豆姐和绝美是负责人，没想到你才是幕后照顾大家的。
机了，来不及了！起床，起床，赶飞机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起床，快出来，赶飞机，来不及了！是。抓紧！哎，大家听我说啊，咱们现在就在这洗脸、刷牙、吃早饭，然后立刻回房间收拾。你们现在只有10分钟洗漱，10分钟吃早饭，还有15分钟收拾东西的时间，加油！来，你回来，你还不刷牙？以后还想不想有人要了？这，太赶了，等我一下。你不洗了？一会儿回去。我刷一下。我说好吃吗？好。来个烧麦，这还挺好吃。这个好吃，你尝尝。嗯，我尝尝。真的。他们好像忽然很熟哎。牌桌上的友谊一般增长的比较快。你尝这个，这个好吃。回去就吃不了各种桂花了。吃习惯了都。那粥咱俩分一个，人家小姑娘肯定要自己喝一碗了。她是我姐姐，我们早就不分彼此了。别套近乎啊！我才不跟你喝一碗呢！我看你刚才牙都没好好刷。谁说的？我不仅刷牙，还用漱口水了呢。谁刷完牙还用漱口水？学不完。儿科医生最注重口腔卫生啊。你又不是口腔科的。就是。小孩子看病一开始分不清什么科，还不都赖我这儿。他们喝奶吃东西，最容易得蛀牙了。刚开始我天天叮嘱他们，叮得我都强迫症犯了。要先用牙线，用完牙线再刷牙，刷完牙之后再用漱口水。我这几天在这儿还精讲呢。哎，别不用啊，我不跟你抢粥，我吃粉儿。好舍不得回去啊。下次再来。走了，你俩别走了。哎呀，算了，怕你烦我们。保重啊，老朱。哎，来，多谢款待。常来玩啊。来，保重。随时来啊。辛苦了。行了，把眼泪擦干净啊！哎，一个大老板像什么样子？就是啊，又不是不见了。干嘛呀？我一跟你们在一起啊，我就回到20多岁的时候。我到时候去找你，还我个5天豪华游啊！好说，就怕你不来。去吧，走吧，送到这儿了。走了，走了。再见。去吧，拜拜。来，走了，一会儿记得来找我们。 OK，拜拜。拜拜。打电话啊！刷礼物啊！老板，感情好丰富不？相识于微。就算再认识别的朋友，也没会有这帮兄弟那好了。走。现在好像一场梦啊。是啊，我现在终于是明白了啊，为什么那些工作的人每年攒一笔钱出去旅行，就感觉是换了个地方、世界，像给自己造了一场梦一样。
莎莎，你帮我看看论文呗。怎么啦？导师说我写的太空泛了，大婶，你就帮我指导指导吧。这一版要是再不过的话，你亲爱的室友就要被打回原形了。我看一看啊。你看，你这一段呢，理论分析过多了。这段你可以看一看最近有没有热点的新闻和你的理论相对应的，用实例佐证一下。哦，不愧是婶婶，你继续。要不你发给我吧，我晚上认真给你看看。这么看不仔细。好，没问题。那我先找找新闻。好。一个天赋型的歌手，拥护者众多，好多人想和他合作都没机会呢。这样吧，我试一试，如果觉得理念不合，我们可以随时解除合约。我先出去，不用预付款，看是不是你想要的风格，再谈之后的事。玲珑剔透，你都给他手机号了？不是，是相亲词。我俩约了中午在学校吃饭。哎，那你帮我收下书啊，我先走了，还有意思。拜拜。喂，不是约了12点吗？我还在图书馆呢。那个，顾生，我是莫白。你好。哎呦，美女，我终于能和你说上话了，我都求莫老师半天了，先让我哭会儿。哎呀，我真的是……是这样的，我们那个正在你学校旁边拍东西呢，有个妹子突然爽约了，她到现在还没来。这我不着急出片拍东西嘛，所以我就想求你啊，能不能帮忙顶上一个？啊？你要我出 cos 呀？对，就是。我们这儿服装跟那个化妆师都有，你什么都不用操心。可是我没有经验，怕拍不好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就你那颜值往这儿一站，而且我跟木木都在呢，所以你放心吧。我让莫老师把位置发你啊。好，那我马上过来。拜拜。婶婶来了，你薅过来帮忙的，仗义。先喝口奶茶吧。你什么时候到的？刚好在这有个研讨会，本来提前来你学校想随便逛逛，跟你一起吃完饭再直接过去，没想到莫白一个电话就召唤过来了。什么呀？我不求了你半天吗？还是人家深深仗义。自从有了身上，哪里缺人补哪里。哎，你这个单拖值了。那个咱们要不先化妆吧？好不好？好。那个化妆师啊，小王来，这位是我们化妆师小王，这位是小顾。你好，你好。等会儿你就带她化妆吧。咱们这儿化妆条件有限，可能没有专门的化妆间，所以到时候就拜托。没事儿。OK。那我们就先去化妆。好。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模范男友啊，寸步不离的。你皮肤真好，跟木木一样。没有他好，他脸上连个毛孔都没有。对呀，也不知道他一个男孩子皮肤怎么那么好。再说了，我感觉他平时也不像是自己会保养的人啊。
哎呦，都追我到这儿了。你不是说你不会再玩了吗？不会跟阿玉他们再混在一起了？我和你很熟吗？哎，你混蛋！你别乱动，睫毛膏还没干呢。我就是混蛋。哦，好。那个男生是个渣男，以前还好，后来有了点名气，现在开始各种花女生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是正常恋爱分手。人渣，真渣！动手了！你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你谁呀？连小姑娘都打，你还算是个男人吗？关你什么事？木木，你俩一伙的是吧？木木，你厉害啊！入圈早你大神，你们就可以随便欺负人？瞎啊！打你又不是我，有本事骂他。一个男的居然打女生，我就骂你！干什么？人多欺负人少是吧？3个打我1个，哎，你们厉害啊！来，就欺负你了，怎么了？你别过来啊！你别过来啊！你动我一个试试，你动我试试！你今天要是动了我明天就给你发到网上去！发什么？发我们见义勇为，还是发我们仗势欺人啊？啊！真是的，你自己不掂量掂量，今天为什么挨打？你要是想不明白，我陪你在这想明白，行不行？给我等着！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情况紧急。谢谢。好了，都散了吧，赶紧回去拍，拍完请大家吃好吃的。走，去吧。给人家叫辆车吧，先送你回家。哦，我送你下去吧。我们一起吧。他们先拍，回来再画，来得及的。行，走，我陪一下。哎，我第一次觉得仗势欺人是个好词儿。哼，走吧。那个女生，你再往那边侧一下身体。哎，好，行，好，3、2、1，准备。好，稍微等一下。行。我们要来点互动感吧？对，你可以比如说把手搭在这里，这样。对，稍微悄悄一点感觉。然后我们是看镜头。好，继续吧。啊，好，3、2、1，好，保持。再等一下，我们可以来点互动。我可以换个姿势，大家可以调整一下自己姿势啊，就轻轻微笑这样感觉。随便。对，就一点点微笑。对。好，准备啊，3、2、1，最后一张了。漂亮，各位收工。谢谢，大家辛苦了。然后把道具放那边，可以卸妆了啊。好，东西不要落了。哎呦，谢谢，今天还好有你，特别完美，真的。我们先去卸妆了啊。好，走。你男朋友好帅啊！谢谢。哎，他要是喜欢这个的话，拉他入行呗，绝对能出片。我不用了，他不喜欢抛头露面。可惜了。大家发完道具跟我一起过去吧，卸妆用品在化妆间。哎，我也有卸妆了。化妆间肯定人很多，我就不和大家抢化妆镜了。我去楼下的洗手间卸就好。哦，好。我这里有一个卸妆水小样，够用吗？啊，够了，谢谢。那我先过去。好，谢谢啊。我们走这边下楼吧。好。
你觉得我刚刚拍的怎么样啊？我觉得状态很好啊，而且木木他们一直在教你。你确定这的人比楼上少啊？那我们还是回楼上吧。好。别的楼层没有卸妆换衣服的地方了？应该还有，但是怕人多，而且我穿成这样，最起码楼上的人跟我穿的是一样的。那我们再等等，等他们换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再上去。好。啊，掉了。这东西吃了对身体不好，以后别吃了。哦，不过也没关系，我用的都是植物系的，比较好的品牌。但是下次吃东西还注意一点。好，男生啊对口红的了解还是太少了。上一次啊，我涂了一个带色的润唇膏，我老公啊吓得不敢亲我了，还是我跟他说润唇膏没关系的，亲吧亲吧，还是芒果味的呢。所以啊，就应该用情侣口红，这样就都不用担心啦。哎呦，还是你会想啊。顾生回来了。你是没卸妆还是就卸了唇膏啊？我是那个，刚楼下厕所的人太多了，我卸了一半就被挤出来了。哦，哎，你不是要开研讨会吗？几点？哦，差不多了。那你不吃饭了？本来是想随便吃一口的，这不为了帮你忙吗？大家都饿着肚子呢。哎呦，对，我错了。那这样子吧，你先去开会，然后深深跟我们一块儿去吃饭。晚上呢，我做东，大家一块儿唱歌，高兴高兴。你开完会以后过来，怎么样安排的？你想我说什么？你是来不及，还是晚上还要加班啊？倒是不用加班，人家1对1一整天的情侣约会，硬被你搞成团建了。对哦，瞧我这没眼力劲儿的。你要去开会啦？那你还能去 KTV 吗？那是必须去啊！去！你去我就去。那什么时候结束啊？应该天黑之前就能结束了。反正你跟木木、莫白都这么熟了，不用跟他们客气啊。对，等会儿你想吃什么随便点，完全不用客气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就没觉得自己烦过吗？之前你不是还说我人见人爱吗你？啊？那我等你。好，那顾生就交给你们了，我先走了。OK， 拜拜。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小顾，那我们去换衣服吧。好，走，那我们下去找他们去。走。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车见车爆胎。走了，你这样。啊，那边还有要喝奶茶的吗？这边，来，这里，有。不是 KTV 喝什么奶茶呀？哪有在 KTV 喝奶茶的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吗？来，敬一下，辛苦啊！辛苦。小顾，你特别像一个人。谢谢。我太像了。谁啊？就是那个完美配音10周年庆，你们记得不？那个古装那个，对，给王可唱和声的那个女生。声声慢，对，声声慢。这么一说，还真的是很像啊！我说好像在哪儿见过，对，像，确实像，好像啊。估计都是长头发，所以看起来像。不是吗？哎，那个，我说你俩都在聊啥呢？啊，去点歌啊！快去！我有一首歌我要点。好了。哎，莫老师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开完会，快，坐。来了一会儿。莫老师，你喝什么？来，今天太帅了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点了好多歌呢。点啥了？万古摧杀，枪琴词的成名曲。我记得这首歌好像是他第一次公开唱的歌呢。对，在直播间唱过，声声慢。别声声慢不慢的，那不是男生的歌吗？我记得。哦，是男生的歌。不过他们几个肯定唱不好了。敢听我唱歌吗？你问问小顾的男朋友，强老板，我都怕被发现。啊，多不好意思。你有不好意思吗？就是，哎，快点，那个
我礼貌的问一下，请问您会唱《万古催杀》吗？会唱。那就唱一首呗，我们几个都超级喜欢听。唱一个嘛。我对对了，对对了，对对了。寻遍万里山河，花海千山我踏过。他竟然换了一种声线唱。回身芳华一落，谁人听羌笛声萧索？跟《将青词》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杯中酒香颠簸，脚步越连天的烽火。笑我百战功成，难敌这豪赌与好有自己的风格。越喝越笨，我怎么有负大魔？梨花江挑拨，名利要什么如果？爱恨逃不过，飞霞之下万古描摹。天要我今生几如修罗，车满重摇一波，扬眉扫尽心中火。不枉我年少便爱颠簸，百劫人间寂寞，一世无双谁能夺？万古山川如昨，梦中有谁来过？这一生天意斑驳，几曾被传说隐没？优秀，天哪，谢谢谢谢，就唱这一段吧。是啊是啊，宋文跟《枪尖词》唱的感觉，你可太绝对厉害不是原唱啊！就是啊，这唱的也太好听了。你好厉害啊，怎么做的？换了另一种声音。一个专业的配音演员，这是基本的素质。点声跟人说害羞啊！什么呢？你们快去点歌啦！走了，帮我点歌了，走了，快点！想不想吃一下？不好意思唱了，来，我们喝一个。哎耶！哎，怎么刚来就要走啊？人家小情侣的事你要管？甜蜜吗？我们去哪？这里不常来，你熟吗？不熟。那我们就逛到哪是哪。蓝莓味的。吃吗？我看你吃过好几次，每次配音前都会吃。要保护它。我们往那边走吧，看起来灯牌比较多，商店应该也比较多。不好意思。小心点。你知道附近有什么去学校的公交车站吗？或者地铁？一会儿。知道。嘿，是什么原因？心咚咚跳不停，世界都变得好安静。嘿。你刚刚问我什么？你不是说你知道？知道。哦，你说公交车啊？这附近没有直达的公交车，只能坐地铁。那你刚才说你知道吗？我没有认真听你说什么。吃润喉糖都是蓄谋已久的喽。
我们上去。不行。为什么？我们才刚下来，立刻就上去，手上又没有拿东西，你说他们会认为我们干嘛去了？确实。那要不我送你回学校吧？好，那我上去拿包。在这等着，我去拿。在这等我。看着你。从阳朔回来，一直忙，很想见你。只有我也很想见你。如果你今天不来学校找我，我还想着明天是周末，就去超市帮忙，可以趁机见见。你一会儿忙吗？如果不忙的话，我们去别的地方逛逛吧。一直站在这儿牵着手，被别人看着。去哪儿？这个点儿我们学校没人的地方多的是。好啊，那我们随便逛逛。生生，啊，这个就是啊，嘘，对，是的。你同学吗？他是我的舍友，我跟你说过。哦，戚瑶。我是想控制我自己的，但是，我终于见到真人了，忠实粉丝。谢谢。要不是老师下课的早，我都错过了。生生可保护你了，我们问他什么他都不肯说，也不肯给我们看照片啊！我完全没有介意啊。作为你的女朋友，他保护你的隐私那是应该的，绝对应该的。我平时工作太忙了，不然应该请你们宿舍的人都吃个饭，毕竟都是生生的同学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的。啊，你们两个要约会是吧？快去吧，没事，我看过一眼就够了。不，我是要送他回去的。这么早？这才刚几点呀？不行，那个我们学校风景可好看了，有好多那个有名的约会地点。那儿，去那儿，氛围好，你都知道的。你都知道？啊，没有，不是，你别误会，没有去约会过，就是大一刚来，慕名去围观过。我证明，我们宿舍一起去的，新生打卡地点。啊，我男朋友还在等我电话呢，你们继续啊，以后常来。会的，
那我们先走了。嗯，走吧，快走。哈哈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这里就是你说的没有人的地方。嗯，就是灯挺亮的。亮点不好吗？省得走路会摔跤，也不会遇到坏人。他不会要在这儿亲吧？问你个问题，嗯，宿舍几点关门？应该不是，好像，应该确定是11点。哦，那还早啊。再走走。你喜欢我哪一部分？不都是在喜欢我吗？喜欢声音没什么不好啊，总好过没有任何地方吸引你吧。睁眼时，朱红木门敞开着，外头一个人没有，却有着清晨那种热闹的、嘈杂的烟火气。百花深处，他的烟火人间。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梦游啊！生生，谢谢你的存在，我激动到现在还是睡不着。你够了，可以了，已经说了一晚上谢谢了。姐，我理解你作为粉丝的心情，但请务必不要再大半夜这样了，我差点从床上翻下去了。对不起，吵你们睡觉了。你俩睡着了吗？没。失眠了。有心事啊？哦，我想起我那阳朔报告还没写完。哦，轩轩，你那照片拍的怎么样？我拍的不是特别好。我那天表演没机会拍照，只有彩排还有搭台的时候拍了几张，不是专业的拍的不好。当天肯定有摄影师的，你问他呀。对，绝美找了摄影师跟拍全程，要不你问他。我们回来就没联系过了，不太方便吧？在阳朔不是挺好的吗？通宵打麻将。你们还通宵打麻将？高小新，你太幸福了。好多人一起的，我就是凑个搭子，凑个搭子。
这不江英子饮料吗？你看他不刷你存账，你明天给他补上不就行了吗？凭什么我给他补啊？连坐，哎，神经病！几点了？谁呀？上次在阳朔听说你带了一个摄影师，有没有照片能分享一下？怎么了？谁给你打电话呢？哦，喂。啊喂，我是娟美。哦，我知道，这不微信语音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看你这么晚了给我发信息，我肯定觉得以为你有什么急事呢，所以就给你打过来了。这半夜1点多，没什么着急的。哎呀，就是半夜1点多，挺晚的，我才以为是挺着急的呢。我是在写阳朔的总结，我怕打扰到你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没看到时间。那个没打扰，我现在也在忙呢，咱俩这也算是同命相连，是吧？你有什么特殊要求吗？你跟我说一下。就用在 PPT 里，好看就行。啊，好看就行啊，那挺简单的，我等会儿给你找出来之后整理发给你，好吧？不着急，没事的。大半夜时间是私人时间嘛，打扰到你就不好了。那个不打扰，真不打扰，我正跟兄弟们一起吃烧烤喝饮料呢。查岗啊？那边那位，哎，听得到吧？我来帮他证明一下啊。本人男性，年方40，陪吃陪玩的饭搭子牌架子，偶尔呢也帮咱们爵老师指点一下人生迷津啊。来，兄弟走一个。行，吃你的去吧。我这哥们儿话有点多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习惯了。这2天你有空发给我就行。那再见。哦不，晚安。晚安。那你早点休息。电话打完啦？啥事儿啊？非得在走廊接？怕打扰到你们休息了，没事，一点事儿没有。睡觉，好困呐。吃宵夜呢？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在家里睡不着，想起你在这儿，就直接过来了。看看有什么现在能录的吗？半夜1点在干活啊？反正我也睡不着。莫白说你们不是唱歌去了吗？唱到一半，你带着顾生先跑了。我说你怎么睡不着呢？刚约会回来你这是。茂哥，那你先帮我挑着，看看有什么短的、快的，先帮我找出来，我去洗个澡就回来啊。你呀，这脸皮还挺薄。哎，不行，你把我的找出来，我先录了啊，先来后到，听到没有？先什么来后到啊？看看表，几点了？我等会儿还要有事儿呢，快！我真服了你们这群年轻人了。就这场，好吗？别睡了，也好，也好。今天踏踏实实弄完了，明天我睡个痛快。谁敢把我叫起来，我咬谁。吃饱了吗？大哥，早上6点，你们仨是没睡还是？没睡。哎呀，没看我们吃完正准备回去补觉呢吗？有急活吗？要3位一小夜？难得。走了，回去睡觉了啊。然后晚上再过来。拜拜。啥？走了。什么情况？我都已经习惯了，你还没习惯吗？自从咱们莫老师有了女朋友之后，这工作生活充满干劲儿啊。那绝美呢？不知道，
昨天晚上他先录的啊，他可是第一个录完的，然后一直在旁边翻桂林的照片。哎，这大半夜的，挑的这起劲儿啊，有什么可挑的？对了，风雅颂呢？好几天没见到这小子了。哦，他又去北京了。到时候他欠那个配音，我去找个北京的棚，让他配了发过来。还是咱窦总人脉广啊！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尝尝这包子，不错。我买什么？你尝尝这个，汤包。嘿，你看这不是巧吗？一块儿吃。感觉不错哎，还行吧，后面那一段感觉一般。哎，自从你俩好了，你再也没发微博，天天有人去我们社直播间等着你。等我干什么呀？想看你秀恩爱呗。有什么可秀的？你家那位的粉丝可是超级喜欢你啊，说你自从和他在一块儿就消失了，从头到尾都不秀恩爱。尤其是那句"我好开心"被广大人民群众围观后，你就再也不发和恋爱有关的。一开始没经验，后来发现被人关注了，那肯定不发了呀，不然多麻烦呀，引得人议论。要不说你俩是一对儿呢，都一个性子。这要换做一般人拿下这位啊，早就恨不得蹦跶来蹦跶去，360度无死角秀恩爱了。低调好啊，低调就不会出错，有圈子就有是非。没错。可你家那位爱秀啊，我还是头一次见一个大男人这么爱秀恩爱。所以说，咱们生生更让人敬，人家是时时刻刻告诉外人，有主了都有安全感。这曲子不错哎，这是玲珑剔透约的，你要是喜欢，等我以后有灵感再写一个新的给你。玲珑剔透，不是和江天慈传过吗？这歌要是发了，你不怕网上有人说啊？我也怕这个，要不然署名的时候换一个名字，小号。到时候再商量吧。我晚上就不和你们吃啦，先走啦。啊，去哪儿啊？今儿周五啊，还能去哪儿？去男朋友家里吃呗。哦，又到周末了。哎，说实话，他挺靠谱的，每个周末都来陪你，雷打不动。生生值得，咱们生生呀，有才有貌，值得这么好的。你们这夸的呀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哦，冰箱里有鲜肉月饼，1大盒呢，记得吃啊。好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
哎，来了，省长。啊。那个不是我不给你开门啊，是那个莫老师不让我开。他说你每次来都不好意思用钥匙，怎么要让你用一次？你瞧他这小心思。你们是合租，我怕你不自在，所以不好意思自己开门。哎，没什么不自在的，你真是见外了啊！那给你拿了个橙汁。谢谢。再给你做椒盐蘑菇。全都沾上面糊。好了。哇，好香啊！我先端着去。等一下。允许你偷吃一块，刚炸出来的最好吃。不厚道吧？啊。好吃。你吃东西的时候习惯用中指和无名指，是因为工作吗？没有了，就是个人的小习惯。这个是留给手术的，这个是留给食物的。哦，终于解惑了。我还在想外公怎么不这样。再吃一块。好好吃。不错。你跟我一样习惯舔手指，尤其是吃有调料的东西啊，像薯片啊这种，我就总吃。然后我妈老说我，想我了吗？想。有多想？很想很想你。端着去吧，我烧下一道。哪有人逼着说甜言蜜语的？这回要去哪儿啊？对，稍纵，我请我们老板去。水果啊，谢谢。哎，那个省长，他在听配音大赛的谢幕演出呢，你最好先别出声啊，因为他是那个线上嘉宾要说话的。是他飞机演变红衣，马鞭寻草带的情意，采花手红糖一笑，且凭心事等闲过客，千秋不老。微风和桂花边，
是他飞机演变红衣，马鞭青草带的情意，采花手红桃一笑，且凭心事等闲过客，千秋不老。太好听了！恭喜恭喜恭喜我们的锦绣如辉！那个，我可以打断一下吗？我可以跟县长，不是我可以跟评委老师表白一下吗？不要紧张啊，完全可以。我都还在想，就没有选手借此机会跟评委老师互动一下吗？是这样的，因为枪老师只参加了2次比赛的评委老师，所以我是一直没碰上。是，不过我记得江青慈老师好像名草有主了，表白需要谨慎哦，亲。不是，是很正经的那种表白。哦，是这样的。被表白的人很淡那个，先问一下，江青慈老师，您在听吗？我在。是这样的，老师，我从小就喜欢听广播剧。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播音梦，想成为一个专业的播音员，或者是配音演员。但是由于一些阴差阳错，考大学的时候我就错过了相关的专业院校。但是后来我有一个闺蜜，她知道我的梦想，然后她就跟我说，她经常在网上听到一些广播剧，虽然不是什么专业性质，但是有几个非常优秀的人，最后成为了商业的配音。我一开始还觉得挺不屑，我说那些都是哗众取宠的东西。但是后来，他给我听了您的作品，我就彻底的折服了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谢谢您，姜老师，因为有您带我走进了这个圈子。他改变了多少人啊？也是因为有您，一定很多吧。我才有了这个理想和目标。也谢谢你，祝你成功，而且一定要比我成功。就这样而已吗？我都被感动了，你就和别人多说2句不行吗？加油！我刚才听得好感动啊，你怎么不多说2句啊？我说多了的话，反倒对他不好。倒也是，不能偏爱，不然到时候肯定会有人说他借着跟你表白，趁机想出名。哇，好多评论。我平时不接受陌生人艾特的，只能好友艾特，私信也是关闭的。但这个留言的新功能，我一直没太弄明白，所以才会收到这些。你不会生气吧？有一点生气。我以前就一直在想，如果有一天我有女朋友了，看到这些，估计就会跟我翻脸。我开玩笑的，早就看过啦。老公，我爱你什么的，免疫了，习惯了。那，谢谢。这个画手我超喜欢的，你认识啊？一个相识于微的朋友。出道早就是好，和谁都相识一位。世上锦绣万千，强老板独爱那只小金猪啊！小金猪，什么时候成小金猪了？对啊，太巧了，连喂的都是草莓。谢谢，不过小金猪不胖，算是盈盈一握那种瘦。你什么时候握过？
所以我要很明确的让别人知道，我已经有了女朋友，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问题。所以才这么高调。高调的我自己都不习惯了。你以为我习惯？确实，跟我想的一样，盈盈一握。给你订个东西。声声浅唱。那我明天给你拿好多好多零食。这草莓不错。夏风晴朗，知霜雪凝于眉上，缱绻过往，落心间一点暖阳。小金猪，我吃完了，再帮我加点。怎么了，小金猪？原来是你啊！什么？你八卦跟人家说我们在吃草莓啊？哦，你说娜宝那幅画是吧？他问我锵青瓷干嘛呢，我就说你们两个吃草莓呢。哎，那相识于微嘛，是吧？都是好朋友，以后你们结婚，人家肯定都会来的，对吧？你别害羞嘛，习惯就好了。那行，我不说了。那我先走了，你帮我把草莓装上。下雨了，但是我的车被网可借走了。下这么大的雨，回去也不太方便。要不今晚住这儿？啊？要是10点还下得这么大，今晚就住这儿吧。你睡我房间，我跟卷美睡一起。我明天要早起，你睡醒了可以自己回家。你要早起啊？早班。那我就住这儿吧。刚刚还在犹豫，怎么忽然就答应了？没关系，你要实在不想，我可以送你回去。你要早起，又要送我回家的话，来回折腾睡不了几个小时了。没事儿，我就睡这儿，明天我自己回去。放心，我什么都不做。没什么不放心的呀。我去给你热杯牛奶。
哎，你是不是去医院啊？我替你送回去。不用，跟我就别客气了啊。他今晚住这。啊？住这了？我什么都没问。我什么我也听不见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喝完可以去刷牙了。嗯。洗手间右边柜子下面的第2个抽屉，里面都是新的洗漱用具，你直接拿出来用就行。嗯。想穿哪件？啊？当睡衣。哦，我都行，都可以。那就这件。嗯。然后再拿一条裤子。那我出去了，你可以洗澡了。哦，隔壁房间的门我不关，你有事的话直接开门叫我一声。晚安。晚安。哦，对了，我明天可能会很早过来换衣服，所以不要锁门。你怎么出来了？睡觉啊。你去哪睡觉啊？不是，你要和我睡啊？不和你睡，和谁睡啊？和你女朋友睡啊？不是。他喜欢睡硬的床垫。应该已经睡了吧？不过他们这里隔音很好，就是没睡也听不到吧？根本就睡不着，好吗？干嘛？
去，大半夜去哪儿？去找红布。哎呀！哎呀！我能回来吗？好。觉美睡觉太吵了，还踢人，我就回来了。嗯。啊，没事，你继续睡，我睡沙发。睡吧。要不你睡床，我睡沙发吧。你明天还要上早班，睡沙发挺累的。没事，你快睡吧。晚安。晚安。这还怎么睡呀？你醒了？早。早，才7点。今天不是周末吗？你可以睡到自然醒的。我想和你一起吃早餐，我来做吧。做什么？边做边想呗。没事，不用了，你接着睡吧。我去路上买点，或者去你家超市。你是要换衣服吗？那我去洗手间换。嗯。
珊珊，是不是吵醒你了？你随意啊，当自己家一样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知道你昨天住这儿，我们昨天通宵创作来着，想着过来补个觉。对对，没想到这么巧，你创到新鸳鸯蝴蝶梦了。你们两个下次再来的时候提前打招呼，听见没有？人家莫老师现在是有主的人了，床只能给老婆睡，知道吧？今夕不同往日。没事，不用理他们。你去房间换吧，我去洗手间换。哦。明明什么也没有做，怎么就这么心虚呢？孟老师，不是故意的。孟老师，真不知道。这生气了？不至于。说了不让你们两个来，非得来。怎么了？不听老师言，吃亏在眼前了吧？上屋去走。行。干嘛？这也不能拿，屋不能吃东西。不行不行，我弄洒了啊！洒了全是味儿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别弄！我这面就刚吃2口，你咋吃？别坐这儿，你把吃去。好。站着吃，别在床上吃。床上吃不好。行。哎，真是没地儿待。哎，你们说咱们这样算不算是坏了枪老板好事儿？我刚看生生，反正挺尴尬的。咱们刚才在客厅没进去啊？不算吧，俊梅。哎呦，按照枪老板这个恋爱的发展速度啊，咱们很快就失去这个据点了。哎，以后去我那呀，我屋大，我单身，随便找。得了吧，你家多野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坐地铁都得20多站地，那出门都能打野了。你以后别去，我那不是枪老板他脱单速度太猝不及防了吗？啊，是。还有周某人啊，咱们俩以后啊，估计这屋都待不了喽。哎呀，没朋友。我说你们两个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老实待着吧，少废话了。哎，我有点想尿尿了。你别说了，说的我好像也有感觉。走，站，闭着。憋尿不好吧？你等他们两个走了再去上不行吗？你看看，咱俩这唱歌的在团里的地位，我的妈呀！别说了，现在啊，这唱的就是比不过说的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那回头我也练练。去找红布，将军不可。你感情不行啊？你怎么没有大鼻涕？哎呦，我一动情感，我就只剩大鼻涕了，只有大鼻涕。来，哥，在人家找红布，来，将军不可。哎呦，他找了红布，要憋着。客厅没人了，你去洗漱吧。让找，哎呦，我胳膊疼，你轻点，哥，疼。就找，哎，不找了，错了，哥。这个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这个是新的，我用了。我拿走吗？拿走了，下回来用什么呢？哎，我来说吧，这是我睡的。不用，又费事儿。欢迎下次光临，谢谢光临。
传一下多少钱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知道你昨天住这儿，我们昨天通宵创作来着，想着过来补个觉。对对，没想到这么巧，你撞到新鸳鸯蝴蝶梦了。挂科了？啊，没。那你这表情怎么跟我挂科的表情一模一样呢？等会儿，你挂科了？不是吧？这都最后一学期了，你挂什么科啊？没有挂科，你吃你的面去，走。兄弟们，没挂科，别瞎说。干嘛呢？生生，我听了一遍，觉得很有感觉。当然，我有很多修改意见，因为明天要走，怕回来再说耽误进度。今晚有空的话，能不能见一面？见面？今晚？他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城市啊？我都不知道他是哪里人。我就在莫青城的那间医院，你应该来过。这么巧，我现在就在医院对面的超市。如果你方便，我们可以现在见。你告诉我你在哪，我过去找你，或者我们约在医院外。你可以先来，因为我不太保证我能现在出去。好，那我就过去找你吧。告诉我楼层，我大概10分钟后就能到。主楼2层。好。哥，我有事先出去一下，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就回来。好，那你快点啊！你妈今天不在，没办法接我班，我只能等你回来才有空出去呢。我分析啊，肯定还是挂科了。你在这瞎分析啥呀？一天天。快点这跑，咱们结果玲珑剔透来这里产检。生生你好，我是玲珑剔透。来吧，我们去那坐坐。我是这儿的产科医生。哦，坐吧。你好，我是生生曼。我以为你是来看病的，没有想到你是这个医院的医生啊。所以平常都很忙，只能下班的时候录，跟莫倾城一样。我们家有很多医生，你家莫老师只是其中之一而已。你们家？我们是亲戚。我是他堂姐，没想到吧？没有，他身边的人完全没有提过。我跟我堂弟呢，早就有了君子协议，
在圈子里面互相不承认是姐弟。而且他后来越来越红了，就更不会说了。不过绝美知道我是她堂姐，没告诉你吗？没有啊。绝美你个大腹黑，不光没有说，还借机制造误会，说玲珑剔透暗恋他，人家明明是亲戚。你怎么这么开心呐？没有。哦，所以你找我做歌，不会因为我和莫西城是？那怎么可能？我才不会拿自己的专辑开玩笑呢。我非常重视这张专辑，算是我对在这个圈子的一个纪念吧。莫医生，去吃饭了。你先去吧，我朋友来了，先聊会儿。好。前几年我听到你的歌，就很想跟你约来着，可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太忙了，都没有时间。幸好过了几年，你还在这个圈子里面。那时候我好像都没有入圈，就是偶尔帮帮同学，都不知道还有这个圈子专门做古风的音乐。后来做的渐多了，也才有了感觉。那我想问你个问题，几年前我在筹备专辑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给我发过 demo？ 你知道啊？对啊。可是我那个时候好像用的都不是声声慢这个名字。可是我记得你的声音啊。那一次真是可惜，我记得我当时听到你的那首 demo， 我就觉得也太好听了吧！而且这个姑娘又会写歌，又会编曲，清唱还那么好听。只是后来我的专辑搁置了，就没有再联系你。我就是随便哼的，我没有想到过了这么久你还记得。哎，等一下。喂，哎，你女朋友在我这儿呢，要不要下来看看？我弟过来了，他正好下班，一会儿我们聊得差不多，正好你们可以去约会。好，那我们先聊聊那首歌吧。我一定会努力的。我先给你看一下。好，曲子这个部分我们需要再讨论一下。这儿现在是这个，最后这部分就是这样的。差不多就这样啦。然后呢，这边跟我说，生生，所以说你进修前还是见了生生？那当然了，你藏得那么深，我还不得主动点儿？他叫你过来你就过来。正常合作当然要配合呀。那万一他是坏人呢？去你的，生生不傻好吗？而且约在医院能有什么坏人？对啊，我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见的哦。你堂姐在网上公认人品好，所以我才答应见面的。好，你就帮着他吧，他想见你很久了，我一直替你挡着呢。藏什么呀？迟早都要见的。我们聊完正事儿了，你们可以去约会啦。明天呢，我要飞，还有很多事儿没有交接完，就不跟你们吃饭啦。我送你们俩下楼吧。等我回来，我们再好好聊聊。好，走了。哎，莫医生，要麻烦您签个字。都说等会儿那检查能看见小孩那个小手小脚，可好玩了，看把你高兴的。哎，姐，你快看。哎，这生生怎么来妇产科来了？好。怎么了？看见什么了？妈，妈，你可千万要思想纯洁。我就是来妇产科和我男朋友他堂姐谈如何修改编曲的。我先回避一下。
那介绍一下吧。你认真的？认真的。在这儿介绍多奇怪啊！那你觉得不解释清楚能过这一关？爸，阿姨好。小姨，阿姨好。这是我男朋友。阿姨你好，我叫莫倾城。你好。不是你在这干嘛？阿姨，我解释一下，您可能有点误会了。我是这家医院的医生，生生来这儿是主要找我堂姐聊一首编曲。我堂姐也是这家医院的医生，恰巧她也是妇产科的，所以我们才会出现在这儿。你也是妇产科的医生？我不是，我是心外的，在楼上。他说的是真的？真的。吓死我了！我说我们家生生不会做这傻事儿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生生妈妈。阿姨你好。这是生生小姨。我今天来陪她做产检。你也叫小姨？好，小姨好。好。阿姨你好，我是她的堂姐，也是这儿的妇产科医生。这一位我应该是叫姐姐还是？生生的小姨。对，生生的小姨。对，你们呀都得随着生生叫小姨，叫小姨。虽然我确实比我姐小了10几岁，小11岁，那就叫小姨啦。小姨不好意思啊，我明天呢就要去进修了，就没有办法照顾你。但是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医生。不用，哎呀，那太不好意思，太添麻烦了。我这有一个我一直看的医生，姓赵。赵医生啊，赵医生也很好。平常很多人排队都挂不上他的号呢，有他在你放心。放心。请陆丽丽到5号诊室就诊。哎呦，对呀，我就把这个事儿都给忘了。对，我得先进去检查。莫倾城。莫医生在医院呀，还是叫医生比较适合。对。你们呀，慢慢聊，多熟悉熟悉，那往后都是一家人了。那我先进去检查了。我陪你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陪小姨。哎呀，那太谢谢了，那太不好意思了。谢谢。阿姨。小姨做产检可能还需要点时间，要不我带你们去医院的咖啡厅坐一会儿。好啊，在医院听你的。那这边请。好。妈，交男朋友是好事，怎么告诉我啊？你坐了。你好，3位，要一壶花茶。稍等。好。阿姨您坐。环境不错啊。你坐这边干嘛？习惯了。我们家生生还不好意思了。对了，你陪我们不会耽误你工作吧？不耽误，阿姨，我下班了，下午要去一趟分院，有个门诊。好。你好，你们的茶好了。谢谢。阿姨，那个茶。好。妈，
喝茶。哎，差不多行了，别一直看了。初次见面，多看2眼怎么了？看了2眼，差不多就够了吧？人家没婚，你慌什么呀？你住的地方离医院远吗？啊，就在医院附近。也是，你们医生平时工作你妈见到江青瓷了？还是近点好。是，尽量好。那父母是本地人吗？是，而且都是医生。啊，是吗？都是医生啊，不错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是独生子女吗？王可啊，是吗？我们生也就一个。描述描述，具体什么情况？冷静，自持，得体。哎呀，微笑不深不浅的。我让你描述一下他们说什么呢？快！哎呀，说话什么听不着，那离那么近，回头被发现。妈啊，别问了，啊，我你自己不主动说，还不许我问啊？喝茶，妈喝茶。丈母娘应该挺理的。王可在偷看我们。阿姨，我出去打个电话，安排一下下午的门诊。哦，好，你忙你忙。好。哎，王老师起来了，哎，估计去前台了。但是依我看，孟老师肯定有点演的成分。我今天飞来丈母娘不紧张的，那肯定紧张。平时玩得转啊，不代表见丈母娘 OK 呀。这莫老师也是人，也有怂的时候啊。你别说他，到时候轮到你，你还不如他呢，对吧？去哪儿了？小伙子不错呀，你怎么不早点再跟我？哎，孟老师，这么巧啊，上班呢？被逮着了，被逮着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眼睛不太舒服，我过来检查一下。眼睛不舒服？哎呦，我看你眼睛挺好的，看得挺清楚的。啊，是吗？但这疼得厉害，而且我这眼睛大吧，就容易进沙子啊。哎，孟老师，那你忙着啊，不打扰你了，我得赶紧取药去。造福的是大家，被枪毛眼是刀的可是我。行了行了，你辛苦了啊，早点回来吧啊。他怎么想的？说自己眼睛大，谁信呢？女孩子胖一点好，以后啊想吃什么跟妈妈说。久等了。呀，你忙完了？这个你别看我们家生生他还在念书，但是他从小就多才多艺。他不仅会唱歌，他还会作曲呢。我知道，他写歌写的特别厉害。哎，对你有那个音社叫什么来的？朝朝暮暮音社。对，他有一个叫朝朝暮暮的音社。你不知道，上个月在桂林阳朔，当时搞了一个大活动，网上直播，那个效果特别好，好多人在听呢。这个我也知道，阿姨，我也看了。你也看了？当时生生让我看的现场直播。哦，对了，你最后还上台表演了，对吧？对呀，你还唱歌了呢？啊，对呀，我以为你忙没时间看。正好下班了那时。你唱歌，我怎么会不看呢？哎呀，他作曲写的那些歌啊，那都是古风、中国风。是，他在我电脑里存了几首，我经常听。因为平时在医院工作比较累，比较忙，听到他的歌，整个人会轻松很多，是个非常不错的消遣。知道劳逸结合，好孩子。这以前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古风，但是生生每次做完曲，他都会给我听。我这一听啊，还真好听，比过去听的那些歌好听多了。没错，确实好听。你们聊着呢啊，你做好了啊？我好了啊，那咱走吧。好，你好，买单。我来买吧。啊，不用。哎，车到了啊，小心台阶啊。慢点。谢谢。
我一会儿就去分院，随时联系，到家告诉我。嗯。阿姨，这次见面实在太仓促了，下一次我一定正式的登门拜访。啊，我想说，我对生生是认真的，是完全以结婚为目的去相处的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嗯，再见，阿姨。嗯，走了。姐，这孩子面相真不错哎，配得上我们家生生，配得上。哎呀，妈，你小姨怎么了？啊，走，来，香香宝贝儿。哎，对了，姐，我刚才趁着产检呀，我跟那赵医生好好打听了一下，人家说了，这孩子啊真不错，做事踏实，技术高，人品还好。真的？嗯。哎呦，你这样去问，不会影响孩子工作吧？他又不知道咱们什么关系啊。那倒也是。对呀。哎，不对，哎，赶紧停车，快，师傅，停车。怎么了？哎呦，咱不是说你老公来接我们吗？咱怎么打上车了呀？对呀。师傅，那您先送他们回医院吧。妈，你送小姨回家，我一个人看超市就行了。别介呀，不是说好了吗？咱们俩一起去超市的。哎呀，没事，我一个人看着就行了。哎，生生，哎，我可以的，我宁愿自己一个人看超市。这孩子，生生脸皮薄，这是害羞了。瑶瑶，咨询个事儿呗。你说，如果说你有个朋友，他约你去书店买书，但约的是郊区的书店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啊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我问你呢，你问我干嘛？茂哥，你说我把他约在郊区那个分校，他过去的话，会不会太麻烦了？有没有分校在那儿？那也是郊区啊，不嫌远吗？我就是因为远才约在分校的，知道吧？你看啊，我把他约在分校呢，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先买2本书，然后我顺便把照片给他。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坐校车，这校车一路上晃悠晃悠的，浪不浪漫？男的女的？男的，追你呗！哦，不，他应该挺多女生喜欢的吧？就朋友。约人买书，这年代约人买书就挺有意思的。对你有点那啥吧？那为什么约在郊区呢？浪漫吗？不浪漫吗？浪漫。哎呀，我觉得也挺浪漫的。我说你织这个东西还挺漂亮的，下。以后我有女儿了，你给我女儿也织一个，好吧？先看你今天浪不浪漫吧。哎呀，就为你这个也必须浪漫的，是不是？
来了。你听黑胶啊？啊，我们录音棚也有台唱片机，大家每个星期过来轮流买唱片，一块儿听。你也喜欢听吗？哦，我以前没听过。好的唱片啊！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个老电影，里面有个女孩有一整面这样的唱片墙。那时候我就想，我长大以后也要有这么样一面唱片墙。后来 MP3 就出现了。对，后来大家都用电脑听歌了，现在都是用手机听，数字化了，听黑胶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想说的就是这个？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听黑胶吗？因为你喜欢文艺、复古，还是黑胶音质能更好一些？因为黑胶它是物理刻录的，由于唱机转速还有空气湿度这些因素的不一样，你听同一首歌，每次的感受是有不同的。同一首歌每次听都不一样吗？理论上来说是有细微差别的。那还挺浪漫的。你要不要感受一下？古典可以吗？来。我刚刚听你这么一说，我真的觉得黑胶好神奇，好有仪式感啊！你如果喜欢的话，你可以来录音棚随便听。你要不要看下书？好啊。老板，那2个肖邦的帮我留一下。哎，好的。谢谢。哎，有你签名，你看。我看。哦，这是我一朋友去年出的书，让我们帮着签了几百张呢。这书签也是随机的，完美配音的人都签了。那我买了。哎，你要是喜欢签名的话，我回去找录音棚的书给你随便签。不，我要自己买。这书恰好没看过嘛，买回去看看，就当支持你朋友了。恰好被我翻到，注定就是要买的吧？好吧。